點啊靚？今個星期你過得好嗎？我哋都啱啱開始翻今個星期嘅日常跑步，可能而家嗰個工作嘅流程可能有啲變更啊，所以有時我本身係其實都係正常要調翻星期一休啦。咁而家跑休結合嘅話咧，就都調翻正常係星期二開始跑翻，跟住星期一係休息，星期六日係 LSC 長跑。不過今日咧呢一段時間，其實呢段時間大家可能都見到我嗰個更新嘅時間係有啲亂，咁樣就可能同整個大環境有關啦。希望手機前面、視頻前面嘅各位生活都可以穩定啲，唔好好似我咁而家變動咁大。主要係真係整個大環境唔好，工作上邊嘅調動啊，各種安排啊，同埋屋企嘅時間重新分配啊，有少少唏噓啦。我覺得而家互聯網時代最方便一點就係話，我哋將我哋當下嘅心情啦，有聲音、有畫面咁樣幫我哋保存落嚟。其實呢個真係感謝我哋科技嘅發達。科技係幫助我哋人類嘅，我相信呢個係永恆嘅道理。咁係啦，呢段時間其實心情都好多跌跌蕩蕩。今個星期其實主要分享我覺得而家跑步嚟講，對我嚟講，除咗係一種日常嘅鍛鍊，一種日常嘅習慣之外，我漸漸覺得開始明白佢哋有時所講嘅跑步可以治癒，可以自我治癒嘅一種講法。佢哋點樣意思呢？佢話有時我哋跑步係一個人跑，或者係可以一班志同道合嘅跑友一齊跑，但係一個人跑其實反而係一種特殊嘅自我調節嘅一種方式啦。其實我而家開始認同呢一句話嘅。咁點解呢？因為有時我哋跑步，首先如果我哋係變成一種習慣、一種日常嘅行為，我哋跑通常都係有氧跑慢區，以心率區嘅有氧慢跑。轉翻過嚟，其實我哋喺咁嘅狀態去跑嘅情況下，大腦除咗係可以暫時放鬆一下，其實我呢段時間更加多係自我一種反思，一種俾我自己一個大概1個小時左右嘅思考冷靜嘅時間。OK 嘅，其實有時係諗通咗好多嘢嘅，因為呢排本身我自己嘅情緒、自己嘅脾氣都唔好，係啦，特別對我身邊嘅我最緊張、最痛錫嘅太太，我都對佢發脾氣。其實我反思真係好唔應該，亦都非常感謝我太太。雖然都會有俾我激嬲嘅時候，但係其實好慶幸可以喺我呢個人生入邊可以遇到佢。佢其實佢本身係一個比較火爆嘅性格嘅人，但係而家我哋磨合咗咁長時間，當然有啲性格嘅本質係好難改變，但係佢都慢慢適應我呢種方式，為我去改變。我覺得我應該都要自我調節好我自己嘅心態，唔好成日咁樣亂咁發脾氣。今日好似亂七八糟喎。其實最主要係分享我而家當下嘅心情啦。再同大家再匯報一下我足底筋膜炎嘅治療嘅方向，或者係而家嘅進度啦。其實而家係9.5啊，好咗大概係9.5啦，仲差少少，啲咁多，
係啦，我哋廣東話就係丁丁多啊，或者係啲啲多，係咯。大部分都已經好好多啦，真係好好多啦。重點都係要係適當嘅休息啦，真係要唔好亂咁加跑量，唔好上強度，唔好亂咁上強度。真係隨住電到我，哪怕慢啲，因為我本身今年7月26號係參加我人生嘅首場嘅半馬。我當初諗住係可以挑戰下自己，可唔可以喺兩個小時左右去完成。因為我平時已經受傷之前呢，我已經可以大概係一個鐘30分鐘就跑16 km。咁如果按數嚟計，剩低30分鐘5 km， 理論上就咬牙都可以衝到過去嘅，但可能會有損傷咯。咁但係其實可能係啊，身體話俾我知，搏得太行啦，谷得太勁啦，要該放鬆一下。所以有時傷病，你話好事咩？當然大家都唔想，但係其實我反而經過今次嘅治療，我反而係覺得有時傷病係一種自我嘅修復、自我提醒啦，或者係因為我係基督徒，或者係上帝俾我個時間，俾我個機會去重新審視下當下嘅決定，或者我當下嘅狀態係咪正確嘅。哎呀，今個星期亂七八糟講咗一大堆，主要係今個星期主要分享下我而家目前嘅狀態。好啦，希望你哋都有一個健康嘅愛好，揾到自己喜歡嘅運動，堅持落去，保持好心情，將自己用運動把自己最好嘅身體揾翻嚟，回復青春。好啦，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